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蝴蝶灣泳灘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綠藥通古獸鈕日形章。如何鑑賞古獸鈕？呢道題不是一言能盡。首先要欣賞刑法得宜否，有否承傳，合乎法度。其次呢，又要姿態靈動，又要精細。原則好簡單，就係即內看又內玩。內看呢，即是在美嘅一種簡單要求；內玩呢，真係要經得住時間嘅把玩。拎到上手唔能夠呢冇睇頭，睇頭唔係要怪異，亦都唔係要變態或者係亂堆合攏。最好嘅係看得越耐呢，越覺得有意思、有想法先至係好。咁呢，就要求呢作品靈動係首要處。我手上呢個雕工屬於傳統圓雕類嘅作品，仿盛清時期嘅獸鈕，係道品位嘅清工藝鈕飾，係傳統神獸鈕嘅題材。喺張體同埋鈕飾嘅比例上，亦都能夠追到清宮廷嘅要求規格，係福州宮古獸復盤鈕圓雕類嘅鈕飾。各位睇下圖片，應該就知道係冇咩產生疑惑嘅好東西。作品嘅尺寸形器合古製，有伏案之靜嘅意味。獸之盤踞回首，瑞獸開臉有神韻，眼神遠望，印台平直，鬚鬢同埋尾毛捲動合理，雕工精美細緻，細膩圓潤，開絲得宜，串嘅物件似有靈性咁樣栩栩如生，工料俱精，觸爪見力度，開臉同埋體態嘅變化，線條流暢，獸體嘅肌肉有張力，整體嘅形象有氣韻，造型到位。